重来一次，来，1、2、3。鹿港 No.1。所以后面要有站吗？3。鹿港 No.1。好，等一下哦，不要动哦，手放，不要放哦。好，看我。还有我们软体科技在融入在里面，能够产生在地方的文化的一个提升，能够再让我们地方的一个产业有一个就业，还有年轻人能够回到我们自己家乡的一个就业机会，然后打造一个业的光景，提升我们鹿港，然后尤其在这次整个团队非常的努力，非常用心，所以这个奖项是我们大家能够一起来做一个分享。镇长可不可以说明一下，这次得金奖最主要的，你觉得是什么样的？咱甲鹿港伊会当做做一连接，甲整合，尤其是咱古建历史，过来咱的面向的活动，以及在地有一个当讲打造新的一个创业，还有就是说我们可以打造业的光辉。那一个整合整理之后，加上我们在后面的一个软体、文化、科技的元素做一个结合，那呈现在评比上。那在这些评比委员呢认为说，那我们对鹿港的用心能够提升，把它提升的一个科技，提升那能够未来的一个5G的时代，让收工呢来到鹿港觉得很便利。在原有的一个传统元素，能够加上科技的一个呈现，那大家在游鹿港，那更能够体验，更能够深知鹿港的美。所以大家相信共同的一个打造，那也感谢我的团队一直努力把一些资料的一个呈现。那未来我们公所会积极努力，在与观光这个区块，那结合在地的一些文化，还有科技的一个整合，那对外的一些发布，让世界能够看到台湾，能够看到鹿港，那把鹿港的之美发扬到国际。这样呢，这传递啊，来点来好。哦，这粒蒜椒的呢，啊，下去哦。啊个姐，真假条，你们真假条，不要不要。